因为影响声音能力，很对不相同。所以跳的有氧，跳这种跳的有氧是经济的，所以咱这个网络就来看嘛，这是有生命的，做一下。所以看到要有学习，你想让越避免可以完成这个做感化的，所以情况自己不看什么东西嘛，再来我单讲2、3、1、0靠结合的，靠结合的嘛，你然后你再放咱都在你心，都会在你心嘛。咱哋用即惡人啊，即惡做緊即惡人嘅當中，相互個經濟環境無健康，所以嘅成員你看咱嘅成員咁多，所以健康嗰個人身心健康心理上就是以三大以後啦，最其他我講了122馬赫，那個來，心很重，然後這裡避免就是臨床部那你這裡有可以往下走，你的情況過去，所以你要情況了，你看那你心理做情況，決定因你的會做特別的修會，因為那放回當中，那有覺得那你心理做，那你直接往後面找東西，一給東東或這樣的但是那個情況啦，這個講話嘛，做特別的修會，就是為你往後那繼續那種多些，這一點影響不影響你，以特殊經驗。你除了天氣的這個，咱看好了嘛。所以你在那邊才會放在裡面當中，才放在你的，你一兩點嘛，他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所以他到了既然讓是給他的說你往上看，那看好我的東西，所以你看這裡很簡化，有看你說呢。那把你往後面的以上一群都很好，應該會有你呀。你在調這個對不對啊？你都你喜歡這裡的，你要回應啊，對的，都不是啦，或者是一群靠太多人，也在度過都有啊，會說好多，然後是有一群靠，你跟在中央區。第二個新的要教養，新的要你馬上去插管，去進行。所以的話，簡單你說挺好配合的。但是咱講講這個是難，那不咱的這種惡行惡化，你對他們，但是咱的挺好要是經過咱們這3年的光在前。所以今年也出有些第一年他们说他们这样，再来讲，咱听好话的咱心理有会的关键，心理有会的关键就是3天200天4倍天然的好这样，因为大家刚才讲过节嘛，就像我们华东听好话过节时候。你老是马上建立将近5人后，你可以去分析生了，叫他哪个要，他说他丢了个，那你这样可以让分析生了，比5天超管到5天超管，真的绝对是一样的。小屁股难换的，不难换的这个，因为都有难换。5天超管他们的其他的。这都一个难看，我现在有难看，华尔特写路线了就是你不想华尔你他们以后会按你的一个传输直接过入场的人才啊，
伊不能这样，讲的这个一般老师做的五件，一般我做五件，但是可能我发挥不了。看好了，哇，这个比较会比较的啦，我是没钱啊，我很伤心的这个。我这里我没花不啊，不行不行，我喜欢这个钱啊，按照不了，就干这5年都是跟保姆续体之间，好到就是长度都不太高，哇，这个不是毛病嘛，我有一天我说你把我，我哪去做这个这个一套包这个钱啊，这个不一样，那不一样嘞。你说在梦中的这样，你不要他的脑子这样。平常路嘛，还有那个不行了，那个家，靠我们谈到我靠，我靠谈到我老弟嘛，我靠我听过这样嘛，我相信他好像也在查，我有这样，这个是这种老师嘛，你看这个讲的，他好像有这个骗子，你这个你家里化学性的温水料应该会，自己说我进去也行啊，他说你们不说你要这里面骗子，他一直从里面当中你看嘛，三光，你看这个，你给人做料，你给人弄，你好。咱在的时候，所有公司他们对，我哋都有记载的这个，他们也描述啦。这里面有的当中，你光有分析的这个，你看，这个是啥的这个，我看这个往这来，他们看网上他们讲我公司话，2号有谁啊？号有光谱的金融机关，号有那个最高的那个，他干什么？这个都差不多。为什么跟我不一样？公司差不多嘛。一个讲这个老师说，老师，我刚才发你相信，这个那还有火星啊，看到火星啊，你相信，你不知道在差别，你果味的。我看那个火锅不好吃，跟我一样好吃嘛，老师不公平啊，这不公平啊！你看，我是第5上面，因为呢，这个做他谁，但这个做不他谁，做不他谁，因为广告你相对的其他话，因为这个做他谁，我其他话，我其他话，因为这些方面有优先性。优先权嘛，优化的你特殊的优点嘛，就是这个场景中间你看对优先权，就是打到爆发、你讲话语气上被形成后的，所以讲刚才你这个情况完，还有你情况完，所以他们有优先权，后者的这样，有东西呢，你情况完，跟着我一个这个月统计的这样，或这个月证明的这样。你讲嘞，他们情况完嘞，有句话讲，不做安尼的，无优先权。老师话讲嘞，你讲嘞，伊就这个必须的学到短时间，才能够准备做情况。你而家必须的有我情况我有情况那查的呀，讲不出来什么情况。对，有很多这个当地方高的不知道地方，超早的道理，有不知道那个地方，你应该读的，你讲话呢，你给他跟他推来他知道的，报纸没讲起来，他叫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他们才关注你。你要我想怎样？你讲了会写的讲你听到了，讲嘞有相对。因为这个叫有还有些情景高很多，你讲他是生意讲说，你现在要就靠过来，你讲你另外一关刀的话，看是一个嘛，3万多都是的，我都是按技术好啊。
在啦吼，很正。啊，若有食到这个，我爱煮好物件，我去村头啊，其实我食到这，但是我的村口啊，村头伊来打拼嘛，过去上单是村口啊，你来有开始讲吼，旅游，伊就从伊讲叫伊去互伊跟你去互伊好诶，也差袂在伊不一样，讲来讲有声，伊听到了，我去那个村口呀，他去那个村口啊，所以讲不少。真的差很大，所以他哪知道空学学哦，你讲空学学哦，这有这个今年就不会资源，最高普优先选，直接进阶，所以刚才三经常给他们讲嘛，我的以前嘛吼，那个做的孩子有气概，那我就觉得嘛，现在呢，记得啦，在做高老中。我就不知啊，我觉得是很少嘛，哦，一般只会听会听他讲，因为一般这些情感啊，有个好像外面那个人，他可能不是刚刚好嘛，一般人，今天起来了，女生那节奏来了，有情好，好然后你看我然后呢？你们安尼不好听的，他们讲到去上当时，很好。因为呢，你就讲到这个是哪边的逻辑，哪边的逻辑，哪边的逻辑去不足，所以呢，上天下落。你话是咱去配比较有心呢，当然就是逻辑啊。所以讲咱去讲的嘛，你讲咱去有的讲法，咱去对方，但是咱去对方，咱去个人做对，不然就讲对方的咯。所以咱这里但是咱挂了的，因为咱不讲说，咱那个去挂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咱来社会挺好的，请告走进他和他学习，那自然是他分析的，好。所以呢，就是修行结婚的关系，修行结婚的关系嘛。所以大家以前来结婚啊，就是讲到这一年，在阿拉丁就是3天的话题，被西南被人后所以关系在讲地方，继续跟古人，我把这个自然雄心5个文在50年。可看英文中必定不止如人常风景，是他最在中心是嘛？讲走实在，关于这不敢说，你讲关于这不敢说，我把我自然雄心我讲的，这对你现在对我，你妈这个，你妈这个干的你，我这里呢，那个当。都进来，放半天的这里，然后自己精神有力，和他基本有力，不是你们查分，你看无奈，所以需要所以当年那花桂林哈，那个2次世界大战，长期观察，有一个大陆的大佬的牺牲。但是妈妈都是在因为抓到的话，就是我在想东西的。要嘛是安那个店，所以咱咱咱自己假设其中咱会当老年岁，咱年岁岁嘛，当然嘛，这个看咱嘛发给大人，就是讲放是放法反对的，放法对的，所以咱情况重要，咱的真，假到即是咱的。